位伫台北市中正纪念堂附近的新隆社区占地4000平，目前是台北市上大的盗经案。也毋过有监察委员发现讲，新隆社区甲附近占地170平的大校大楼，其实是登记伫同一笔的土地。也毋过台北市政府煞准大校大楼家己拆掉登记。后来又搁审查核定新隆社区是海沙厝，爱要求住户都爱家己拆掉，严重去影响到所有权人的财产权益，所以针对台北市政府提出纠正。伫台北市爱国东路甲灵坡东街相交的这片土地，有新隆社区，也有大校大楼。因为新隆社区互人认定是海沙厝，即阵要推动都市更新。不过，这个社区甲三角桶的大校大楼，其实是用同一个地号。即阵有170几平的土地使用权的大校大楼，却是新隆社区的使用。这个楼梯是新隆社区居民主要的出入的通道，啊，不过这个楼梯的土地使用权其实是隔壁大校大楼的使用权。即摆就因为这个使用权的问题，衍生出侪争议。这170分袂使影响到阮的权益，在一起，那大家来平均分摊的嘛。但是今晚来讲，伊这170分要怎解决？市政府才有法度来处理。监察院对查原因发现2009年的时，台北市政府允准大校大楼重建，不过煞无甲使用同一片土地的新隆社区详细沟通，甲土地分割清楚，地主即卖纠纷，所以对台北市政府提出纠正。这就现在他们也在告。互相大家都在主张。我们在约询台北市政府的时候，台北市政府都跟处讲，我们不会让他参加都更，你不要让他参加都更。我请问你，那178坪要不要缴地价税？那他的权利在哪里？这案子牵涉到早年公务员在执行公务的时候，他们对法令的了解。那早期的公务员显然比较对人民的权益比较没有那么样的尊重，有很多的那个关卡都有机会更正他们的错误，但是他们都没有做。监察委员讲，这个案件是过去较大，台北市政府坐错误的决策，地区即摆的问题真好解决。记者是这联动台北市建管处到这个进前，台北市政府是也未回应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